在谈的概念嘛，伊无爱嘛，哦，啊，就甘若互口发脾气哦，互发迄当时啊，嘛是做生气，毋过呢，生气归生气啊，迄当时啊，真的是这个同理心、将心比心这个心啊，拄啊好有无啊？咱拄啊想起这个囡仔拄啊好对幼稚园要转来这个国小一年的时阵，其实这个囡仔是有适应困难的，因为伊伫幼稚园的时阵，啊，常常吃点心，大家都常常佚佗，足欢喜的啦。结果转到这个一年的时阵，要来考试呢，毋免第一个要来，第一个要来去，就爱考国语拼写啊呢。这个囡仔字都无出来，了下午爱考试啊，所以其实伊最大一个适应困难的啊，咱当时咱互咱体会袂到伊这个困难，咱嘛想讲你袂晓，我就想讲你袂晓，你就是假读应该啦。这个人心没有发落没有发落，就是无将心比心你当时咱是想着安尼，其实有这个适应困难的时阵啊咱这个同理心就出来啊。咱想讲，其实这个囡仔伊的挫折感就大个啦。你安尼甲伊要求，伊袂当家己嘛，其实足艰苦的。所以你嘛互咱就有当强迫。咱就安尼甲伊斗一斗就对啊。这个囡仔就爱甲你做主动的。我再给他一下，我再给下一下。所以啊，真的是这个样子啊，做对代志啊，真的就是我们这个心之公正啊，都站在对方的一个立场来想啊，来用的是讲心之毅力，无有不能果其行啊，就是讲其实咱这个行所做出来这个行要有一个结果啊，爱有一个用咱知影讲这个用，伊是一种练习，一种承担，一种突破，一种突破。咱知影这个用，伊一个是用内底一定有惊，一定有害怕。咱面对困境的时阵，咱敢会惊？咱心内其实都有惊有烦恼啊。如果咱有惊有烦恼，咱就愿意提出这个毅力去来做